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当我们遇到了这许多的事件，在这许多的事情里面，都在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也在当中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在当中经历了上帝的大能，也在经历这许多的神迹奇事。在今天，我们依然要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让上帝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去经历神正在这里，神正与我们同在，来帮助着你，帮助着我。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将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上帝的手中，神正在这里。真理需要盼望和能力，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若有人饥渴慕义，寻找真正的生命，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正在这里。若有人在基督里，死里复活的生命，来赞美我救主的生命。若有人忍耐到底，竟胜过一切恐惧，来赞美我灵魂的救主。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正在这里。在你有时能拆散我们，神与我同行。在没有时能夺走应许，神与我同行。在没有时能取代耶稣，神与我同行。不惧怕，不羞愧的自由与他同行。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正在这里。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主，你在当中掌权，你就与我们同在，你正在这里。主，我们要将这些来仰望，来摆上，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渴慕真理，让我们盼望
你的同在，让我们寻找那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在当中活在基督里，与你同死同复活，让我们对着过去死，对着基督而活，让我们凭信来胜过这一切的恐惧。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来带领。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面前，让我们生命更深的去经历主你的带领，主你的恩膏，主你的膏抹。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今天6月12日，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12节到第21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12节到第2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因此，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事，而且在所领受的真理上站稳了，我仍然要不断地提醒你们。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应该常常帮助你们记得这些事。我知道我不久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我要尽量想法子，使你们在我死后还能常常记得这些事。我们所告诉你们的那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在临的事，并不是根据捏造出来的那些荒唐的传说。我们曾亲眼看见他的伟大。他从父上帝接受尊贵荣耀的时候，我们也都在场。那时，至高荣耀的上帝对他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我们跟他一起在圣山上，亲耳听见这天上来的声音。这样，我们对先知们所宣布的信息更加确信。你们要好好地留意这信息，因为它像一盏灯，照耀黑暗的地方，直到天亮，到晨星在你们心中发出光辉的那一天。最重要的是，你们要记住，圣经里的一切预言都不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因为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先知受圣灵的感动，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来的。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12节到第21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大家读了什么？其实当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是让上帝的话语持续在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都也会想到上帝在带领着彼得，带领着这些使徒们，让他们的生命里面活出上帝那美好的样式来。上帝呼召他们，拣选他们，其实也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进城生活所需的一切给了我们。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去经历这一些？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读圣经很难，唱诗歌很难，领受很难，实践出来很难，我们都会觉得很难。但是我们有没有像那小孩的父亲一样，跟耶稣说：“我肯，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上帝帮助我。”这边说，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进城生活所需的一切给了我们，常常就在于你要不要去这样踏出你的下一步。就像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在分享，过去的读经跟现在读经已经有很大不一样，而这样的不一样很重要的是，他们愿意摆上。这样的不一样是因为在这当中愿意开始每一天跟上帝有更美好的连结。所以当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能够领受这一些，然后去实践出来，不再只是说这个很难那个很难，而是我们要去经历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当那许多恩典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拼着命要去领取，不管是那几千万要送给你，很多人拼死拼活的就是要去领到，要送你一台名车，要送你一栋豪宅。其实很多人也都是拼死拼活的，就一定要去拿到。当这样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大家会想要去拿取这一些。但当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无关紧要，无所谓，以后再说。我不行，我不能，我都不懂。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书读不多，我说的是学历不高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也很认真在读经，他们也在当中有很好的领受，并不在于你学位多、学位高还是低，而很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要不要。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领取的时候，我们踏出我们信心的那一步，后续加上美德，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而后又加上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来活出那美好的样式来。所以接下来他说，因此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而且在所领受的真理上站稳了，我仍然要不断的提醒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已经在教会很久了，很多人也会觉得我已经读经读这么多次了，我已经成为长老执事了，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样已经足够了，我已经很厉害了。虽然话没有讲出来，但是在很多的话语当中，在很多的言行举止当中，都在表明我很厉害了，你不要再要求我了。其实很多人都在表现这个，不单只是长老执事或弟兄姐妹，其实都一样，很多人都在表达我很厉害了，我已经足够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在100%当中，我们常常只停留在0.01而已，但是我们已经觉得我已经很足够了。我们只是跨过那个门进到礼拜堂而已，我们已经觉得足够了。我们只是多读了一些圣经，我们就已经觉得我已经足够了。我们知道了一些，我们已经觉得足够了。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在当中，其实很努力的追求，很认真的追求。但是彼得他说：“我仍然要不断的提醒你们，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聚会，不断的互相的牧养，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不断的去经历。所以这边讲到说，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甚至你们在真理上站稳了，在你们所领受的真理上站稳了，我仍然要不断的提醒你们，我依然还是要提醒你们。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棒了，这个人怎么样，应该不用再提醒了。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许多人还是需要被牧养，还是需要被提醒。即使是牧师，也还是需要被牧养，还是需要被提醒。而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很棒的同工，很棒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仰真的很棒，他们依然很谦卑的，愿意去领受，去读经，去祷告，去默想，去上课。当人家要提醒他的时候，他也很谦卑的来领受。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来走。这边说，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应该常常帮助你们记得这些事。所以在当中，当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要不断的去传讲。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传讲，不断的去分享。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去分享出去。所以不单是我去经历而已，而是我经历了分享给你，而且我要不断的跟你分享，跟他分享，跟所有人来分享，去讲出这美好的见证来。不单只是我自己记得而已，我需要帮助大家都去知道。就像我们圣诗里面有一首圣诗在唱的，我很爱讲这样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故事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领受。所以很爱去传讲这样的事情，也让这许多的事情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重现。所以他说，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应该常常帮助你们记得这些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当我们在读经当中，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不管是用影音或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或分享。当你分享出去的时候，也是一种口语的传播，也让更多的人去记得这一些。在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可能年纪也大了，所以他说：“我知道我不久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他也在讲说：“我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然而进入到那不朽坏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所以许多人都会害怕、担心，当我这个人生走到末端的时候该怎么办？他说：“我知道我不久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所以让他知道，人生即将走到终了。当走到终了的时候，接下来人生的下一步更加的精彩，因为要进入到与上帝同在那永恒的时光里。所以在当中让他知道的时候，回来上一节在讲了，我需要帮助你们。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需要不断的帮助你们去记得这些事情。所以当彼得，其实当我们在看新约里面这些记载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觉得时间原本想说等待耶稣说我不久就要来接你们，我不久就要回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等就是几年，就是10几、20、30几十年。所以他们就将他们过去的经历跟耶稣同在那些经历记录下来，写成福音书。彼得他们也把这些写下来，写成书信，去牧养这许多的人。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生命里面需要有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赐，把这些记录下来。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把我们生命里面去记录下来，记录着每一天、每个月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把这些美好见证记录下来，去教导、去牧养这许多的人。
所以他说这是他的领受。他说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用我们现在来讲，也就是领受。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指示，耶稣的指示，耶稣的给我们这样使命，去传达，去分享，而也面对到自己人生的最后的时刻。他说我会尽量想法子，使你们在我死后还能常常记得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用影片，用 YouTube， 用各种方式，甚至过去用网页，用许多的方式去把它写下来。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能够把每天的祷告记录下来，不管是记录在书本上，或记录在网络上。很多人也会记录在手机、平板、电脑里面。当把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后代很好的帮助。最近也看到一位牧师娘，她把已过世的牧师的一些讲道文稿，把它分享出来，好像这个牧师还在一样，让他持续的在牧养着他的羊群，牧养着网络上认识他的这些人，让他所分享信息持续不断的去提醒了许多人，持续的去牧养。我想在我们生命里面也需要如此，我们把一些东西留下来，留给我们的孩子，留给我们属灵的孩子，留给接下来下一代、下面几代的人，让他们能够领受这些，也能够得着牧养，能够得着帮助。他说我要尽量想法子，使你们在我死后还能常常记得这些事。这就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而且有这样领受，有这样看见。我觉得这很特别。其实在当中也看到上帝，也看到耶稣给彼得很特殊的一些领受。我相信他能够用当时最新颖、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传扬，就像我们这世代一样。当我们在传的时候，有些人会用收音机。早期我们大学那时候开始有一个放送工作队，我们要透过收音机去放送出去。那时候电视不是那么容易打进去，而且要花许多钱，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到现在有很多人在经营自媒体，透过自媒体去传达他所要的理念。但是我们看到之前在有第4台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宗教台进去，开始有人做电视台，而现在开始有很多人在经营 YouTube 跟 Podcast， 在当中用各种方式把这些东西来存留下来，期望去造就许多的人。所以这都是一些很棒的一些过程。所以在当中，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能够跟彼得一样，尽量想法子，让我们能够牧养的这些人也能够去领受这些我们有领受的，能够用各种方式去传扬出去。很多时候我们说传福音，也就是我们要想方设法，用很多方式恳求圣灵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其实我们看到现在非常多的教会还是抓着说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传统的教会，这样才是教会。但是如果我们从出来教会看到现在，会发现上帝给我们各样的创意，不单只是这样才是教会。在出来教会的时候也发生了，究竟哪一个语言的才是对的？现在用希伯来语还是希腊文？用亚兰语还是希腊文？到底哪个语言才是正统？一直到中世纪，一直都有这样的争论，一直到现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一直在争论哪一个才是正统。很多人依然觉得一定要有台语礼拜，只有台语礼拜是正统。
所以这当中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创意，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我们不能让许多的语言消失掉，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这许多语言成为福音的隔阂。上帝要让彼得有创意的去服侍，所以他这边说：“我想法子，我用各种的方式来流传下来。或许他所想得到的很少，但是他用他能够知道的方式，把这些记下来，要留给那时候的弟兄姐妹们。那你呢？你有没有想要用什么方式把这些记录下来？就像我，也是用这样的影片的方式，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们告诉你们，那些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在临的事，也就是耶稣所做的这些他所行过的神迹，以及他预言即将要再来这些事情，他说都不是根据捏造出来的那些荒唐的传说，我们曾亲眼看见他的伟大。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些是真的吗？到现在也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虚晃一招，是不是做某些效果，是不是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猜测，很多这样揣测，会把这些降低他的神性。然而这边在讲到说，关于主耶稣的大能，他所行过的神迹，都不是装出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魔术，都是用障眼法，但是我们看到神迹不是。当我们在看到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所行的那10灾，或者是前面再加上去那几样，前前后后加上去应该有10-20样的事情，在当时的法老王，他也想办法想要去解释这些是不是魔术，是不是我们那些术士也可以处理。但是进行了几样之后，那些术士就开始变不出来了，也就超过他们的能力了。甚至到后来逾越节的那个事件，那些术士也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杀掉所有门上没有涂羊血的家庭里面那长子。所以他说，并不是根据捏造出来那些荒唐的传说。他说，我们曾经亲眼看见，我们曾经亲眼看见。他在讲的是，我们是见证者，我们是见证者，我们见证了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我们见证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后续在使徒们他们要再去拣选一个人来成为使徒的时候，提到的是从那时候到这个时候都见证耶稣，都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其中一个来选出来。很重要的是见证者，听过耶稣在讲的，跟过耶稣，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不是捏造了，而是这是我们真实，我们是这样事情的见证者，我们是见证人。这边讲到说，他从父上帝接受尊贵荣耀的时候，我们也都在场，我们也都在场。那时至高荣耀的上帝对他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这边在讲的应该也就是那山上变相的时候，当那时候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当中对话，然后后来被云笼罩，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他。
那时候3个耶稣所喜爱的门徒跟他在一起，一起经历了那个时刻。所以彼得也在那当中，他也去经历了那一个时刻，他也看到父上帝荣耀的时刻，他也看到基督接受父上帝那尊贵荣耀的时刻。所以很特殊，他是跟着耶稣，而且看过这许多特殊的情况，他是真实事件的见证者。在中，上帝对他们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他说：“我们跟他一起在圣山上，亲耳听见这天上来的声音。”上帝亲自对着这些门徒说。所以在当中，他也能够去见证，这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当我们遇到这许多的神迹奇事，当我们见证了许多事情的时候，也就能够跟彼得他们一样，说这样我们对先知们所宣布的信息更加确信。你们要好好地留意这信息，因为它像一盏灯照耀黑暗的地方，直到天亮，到晨星在你们心中发出光辉的那一天。所以当你们还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要成为那明亮的星灯，成为那一盏灯照耀黑暗的地方，陪伴着我们跨越了黑暗，进入了光明。在夜晚当中，这世代也常在说，在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即将走向光明的时候，在最深的黑夜的时候，即将迎来的就是那黎明。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最深的低谷的时候，进入到那最深的黑暗当中，等待我们的就是那黎明。所以这样，我们对先知所宣布的信息更加确信。所以当时的人，他们读了以前的那些书信，他们读了以前的圣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旧约，或者是摩西五经之类的。从这当中，他们也听到了许多先知的话语，或许实际的听，或许透过书卷明白了先知所颁布的，所以对那些的领受更加的确信，更加的明白。这边说，你们要好好留意这信息。所以在当中，上帝的话语，上帝透过先知所说的，其实我们看到先知所说的，不就是上帝透过他们来传达的吗？所以这些信息，也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的。这些信息，也就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上帝透过先知们，把这些传达给我们每个人。因此，在当中，我们这边在讲的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他说，我们对先知所宣布的信息更加确信。用到现在来看，也就是上帝透过先知们，透过这许多圣经的作者对我们说的这许多信息，让我们也更加的确信。因此，这些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更加的确信。而这些话语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成为我们在这当中一生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20节说，最重要的，你们要记住，圣经里一切预言都不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也是让我们去看到，不可去灵意解经，不可去曲解圣经，而是我们要更深的去领受，去默想。像保罗说的，我所传讲的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而是上帝启示给我的。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
彼得在这边在讲的也是一样。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前面彼得前书里面也有在讲到说，宣讲的要照着上帝的话来讲，要照着圣经里面来宣讲，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不是随便的曲解圣经，不是照着在当中自己去编想，自己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很重要的是进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上帝要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其实很多宣讲的人，其实也类似先知的位置。在当中，并不是说我们是先知，而是在当中我们需要去祷告，需要去默想，需要降服在上帝面前，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宣讲的时候，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我想要怎么说。在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站讲台的人都会被批评，因为他说他想要说的而已，而那些圣经、那些经文，只不过是为他背书。当他想要说这些，然后拉了许多经文来帮他背书，或者是从这当中经文里面在看的时候，都看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去领受上帝的心意，然后就说：“你看，这不就上帝要说的吗？你看，你们要遵守。”这当中讲回来，依然是用圣经让上帝来为他所说的话背书。所以在这边很重要的是，不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一个牧者需要进到神学院去受造就，去读书，去读更多的书，不是只有读哲学这许多类型的书，更重要是回到它当中去看圣经的本意是什么。去认识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语言，进到我们现在的文化、现在的语言当中，也去读一些之前的许多的神学家、许多的牧者的著作，去明白他们所领受的，从这当中再更深的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不是都自己想而已，而是在当中真的要让上帝来带领。我们看到许多神学家知道他有很多的学问，但是他也是降服在上帝面前，让上帝来带领。很多神学家说他的著作都是圣灵的引导，因此没有预言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先知受圣灵的感动，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来的。所以当中也就是如此，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也是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圣灵的感动，去传扬上帝的信息，去讲出上帝要我们说的。所以都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怎么样，而是更多的去经历上帝怎么带领。很重要的是让上帝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所做的，就是转述上帝要说的话，去转述上帝要对人们所说的话。牧者也是如此，从经文当中去领受，让上帝对我们说话，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当中。不是我想要说什么，而是上帝要我们说什么。所以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的意思，出于人的意思就不是预言。先知受圣灵的感动，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来，这当中就进入在那上帝的带领里面，上帝的话语在当中在掌权。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如此？让上帝来带领你。是不是进入到这景况当中，让上帝的恩典临到你？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让我们在当中去默想、去思想、去领受，也就是让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恳求圣灵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不是在那边当中自己在想而已，而是更深的进到那里面。当我们每天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每天的灵修，相信我们会去经历上帝的圣灵与你同在，上帝的灵把你的心开启，将他的话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在领受这许多的话语的时候，也就是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再只是陷入在某个境况里面，而是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当中再次的进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上帝要对你说什么？透过彼得所撰述的书信，他说了什么？上帝要对你说什么？而是当中有没有上帝的心意要你去做什么？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呼召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在所领受的真理上站立得稳。你也透过这过去的这许多人，不管是先知、士师、摩西，或这许多的使徒、保罗等等的人，许多你所呼召的人，你透过他们留下这美好的话语，成为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把这些留下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也愿主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当中去领受你的话语，去看见主你的大能。这些我们知道都不是捏造的，都不是虚假的。主，我们也愿这些事情也继续的在这个世代来发生，在这世代当中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领受真理，也用更有创意的方式，也用更现代的方式来传递出去，去牧养这许多的人，去建造这许多的人，
把我们所领受的也流传下来，也留存下来，去帮助这许多的人。亲爱的主，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愿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主你要对我们说的，让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在解读、在解释，当然也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但是也让我们在当中更加的清楚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当中跟随你。亲爱的主，愿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主，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让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活出你那美好的样式。感谢主，亲爱的主，愿主你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愿我们所摆上的，愿我们所领受的是你所喜悦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上帝赐福于你。